準備進入2026年，屬羊嘅朋友整體嘅運勢都係唔錯嘅。咁羊同馬咧係六合嘅朋友，當年我哋有大佬嘅照住，肯定又樣樣順順利利啦。我哋馬年咧會有兩粒吉星照住喎，第一個咧係太陽星，代表男性嘅貴人，同時都會係光芒四射、奪目耀眼嘅意思。屬羊嘅朋友可以多啲留意身邊嘅男性嘅貴人，佢會喺你需要嘅時候出手相助。同時你喺職場同埋生活上咧都會非常之順利，有一種閃閃發光嘅能量可以感染到身邊嘅人。第二咧係天空星，天空係代表天馬行空、創意無限、思維開闊嘅吉星。如果從事創意文化同埋營銷宣傳類嘅朋友，就會如虎添翼啦，可以為你嘅事業加分。另外馬年都會有3個凶星係要注意嘅，一係晦氣星，會影響我哋嘅心情，令到我哋講嘢可能唔係咁好聽，所以我哋要三思而後行，避免禍從後出。另外黃幡星會影響工作嘅進度，出現少少嘅阻滯。板安星亦都會稍為影響人際嘅關係，但係因為有太陽星一粒大星照住，所以呢啲影響都係小問題。只要我哋提前了解到，平時多啲注意，就乜嘢問題都可以解決。屬羊嘅朋友整體嚟講喺馬年可以放開思維，專注搞事，大膽創新，加上有力嘅貴人相助，可以講係如魚得水，收穫滿滿嘅一年。同時要注意，有時心情唔好嘅時候，就一個人停落嚟靜一靜，有太陽星照住，好快就會充足電，繼續閃亮登場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